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8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97例本土病例，也有258例校正回归。另外，国内增加19个死亡个案。今下晡有15万打Moderna疫苗会入来到台湾。另外，咱的国产疫苗有2间，对7月开始会当交货。台北市有风声讲，第30要进行第4金届的这个准备甲排练，郭文迪也讲快筛阳性要准做是确诊。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增加297例本土病例，也有258例校正回归。另外，国内又增加19个死亡个案。那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297例的本土那258位的校正回归的个案，那加上2个境外移入，那总共有557案。那今天新增的死亡案例是19例。那把它校正回归之后，那整体大家看到这柱状图以研判字来看，整体是趋向于平坦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情况。原来的我们在原来里面就已经有潜藏的一个社区相关的病人，那后续被检验出来的，那没有下降，表示病人仍然有一些，应该在筛检上面，尤其在热区上面的一个筛检，那个速度要加快，但它也没有就突然的这样子来往上升。所以看起来就是说，整体的社区的管制，相关的3级的这相关警戒的措施，跟大家戴口罩、勤洗手，这个社区的防疫，它有一定的成效，所以这2个形成一个平衡。伫咧顶礼拜有41万ton AZ 疫苗到台湾，今下晡也有一批 Moderna 疫苗要入来到咱台湾。另外，咱国产疫苗高端联亚这2间第2期的人体试验也特别完成咯。高端疫苗按算7月就会当开始做，联亚上紧伫7月中过后也会当开始出货啊。将疫苗慢慢送入会期仓，国内第一批15万剂的莫德纳20杯透早为卢森堡客运，按算下晡就到桃园机场。这批莫德纳使用有效期限到今年11月，会先提供医护顶第一线防疫人员。依照临床试验结果，每一个人爱注2剂，2剂过18天以上，保护力延护94%。疫苗的接种就是会加速我们疫情的控制，也可能会使得我们的那个解封、解除防疫措施的步骤会加快，但是就是说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期的，这还要再观察未来疫情的趋势才能够看。疫苗好消息真多，除了莫德纳疫苗会到台湾以外，国内2间疫苗厂第2期人体试验也要完成。高端表示，目前在整理3800受试者安全资料各写报告当中，各将疫苗测试标准品和小数要做测试。若是顺利，疫苗会在6月底通过紧急使用权，7月初或者是7月中就能开始做。我们其实陆陆续续我们都有在生产疫苗，那当然疫苗生产好的时候就放在我们的仓库里面。那我们目前把所有的资料汇整之后，我们会在6月做解盲的动作。那解盲的数据如果不错，我们就会送交食药署做 EUA 的查验登记。联亚是表示，5月中已经有4000多人完成做第2期，等78天安全期过后，要拼6月提交试验报告，各向食药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相近7月中，应该开始强行疫苗陆续交货。6月中的时候，整个应该全部的这种受试者的血液可以送到中研院去做相关的这种抗体的测试跟评估。那整个整理出来应该正常是到6月左右。另外，国产疫苗第3期的人体试验，高端表示，目前也在评估国内要做第3期试验的可能。联亚原先规划是要到印度做，不过随着国内新冠确诊人数一直升高，相关试验无排除在国内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某一间中照中心进行爆出群聚感染事件，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建议中照机构卖收人入来，若准一定要收，就要有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另外，公布确诊者行踪的部分，确诊者个人资料、上班地点，原则上是袂当公开。若准有牵涉到大众运输工具的部分，就一定会公布。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升悬，长照机构收的高龄老大人，不只是重症高危险群，更可能成做群聚事件。指挥中心礼拜5日被宣布，为即麦开始，无建议长照机构收新的住民，若是要收个案，要先自费采检，提3天内批写阴性报告，而且带入去了后，要先隔24天，才能带一般的房间。在这段警戒的期间，我们不建议收住直接由社区新进的服务对象。那如果确实有必要要收的话，那其服务的对象要自行先进行自费的 COVID-19 的病毒核酸检验。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确诊者行踪发布原则，除了确诊者个资无公开，年会前性别居住的所在、接触者类型、大众运输系统等拢应公布。政治单位若是要公开，要先沟通。公共场所是连接应掌握对象的人应无公开，若无法度掌握，就要公开。大众运输系统，那我们会原则公开，因为这个他所接触的对象。范围影响的范围比较大。另外，板桥地区高风险族群，健保卡爱注记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但总监阁表示，这是提供医护人员做出正确判断，加速转诊加转检，确保就医安全。同时呼吁医疗单位免拒绝患者就医。这批注记至到5月29为止，了后会依法解除。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湘北地区疫情真严重，有风声讲台北市可能会第3集做第4级警戒的准备甲演练。台北市政府表示讲，确实有伫咧准备。另外，市长郭文哲也讲，快筛阳性被算作是确诊，安尼敢会造成医疗负担呢？咱做回来关心。湘北地区的本土疫情也是真热。伫今仔日的防疫会议顶悬，台北市长郭文哲就建议讲，快筛阳性应该比照 PCR 确诊，加速检验的流程，赶紧确立接触者。快筛阳视同是 PCR 阳啊。都烦恼疫苗的注射率赶袂fit疫情咧拖的速度，有风声讲台北市要提早进行第4级警戒，扩大管制并推演练。台北市府发言人也证实讲，确实有这件代志。在去年的4月30号的时候，台北市政府已经针对要是市区出现了大规模的社区感染，要进行怎么样的扩大封锁，进行了一次的兵棋推演。那么由于今年的状况跟去年很明显的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台北市政府近期内的确有计划要再进行第2次的兵棋推演。去年台北市府把针对店家停业、限制民众出门、扩大封锁、交通管制等等的方面进行兵棋推演。今年已经是更较热辣，台北市府是更加认真来对待。若要呼吁爱做好停办准备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对第4级警戒的态度，敢若有较保守，敢若表示讲去年捌演练过，已经做好准备啊。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安是认为讲，地方做的演练甲中央相像。地方政府对于各种不同的管制的阶段，去做预先的演练跟推演，就好像我们每一年对于灾害的这个防治一样。疫情严重也冲击弱势家庭的生活。侯友宜顶部视察中和民生物资整备状况，宣布讲要启动理林关怀救助计划。若对淡水一间山球场无遵守防疫规定，要是照常营业，侯友宜表示要动罚102万。真的实在是很离谱。所以几次稽查以后，我们重罚102万。我今天还会再去查。如果继续营业，一定重罚以外，还要断水断队，不让它继续营业。15万吨莫德纳疫苗今仔日要送来到台湾，侯友宜也呼吁中央爱甲湘北地区准做1级作战区，就照疫情的状况来做疫苗分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下晡新闻，要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全国地头胃肠病例的情形。今仔日是增加299例本土病例，也有297例是校正回归，258例死亡，258例是这个校正回归，死亡的部分要增加19例。新增加本土病例当中，也包含着新北市136例，台北市94例，桃园21例，台中10例，花莲9例，彰化7例，基隆和台南拢有6例。嘉义市的部分有2例，新竹县、屏东、台东、南投、新竹市和高雄市拢有增加1例。
目前咱全台湾已经有7315例咯，本土病例部分也来到6136例。也讲到这个最近疫情是继续伫咧滚价，台北市文山一分局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位员警来染病咯。进前也甲这所有的人拢请去因去做快筛，141个人当中全部拢是阴性的。另外，今日爆出讲消防队有2个人确诊，因的分局也拢进行消毒。疫情升悬，外勤消防员风险增加。台北市消防局针对艋舺地区甲执行防疫专业分队成员做快筛，采检417人，10人通报是阴性，是未到27暗时接到通知，2人原本快筛是阴性的消防队员 ，PCR 却是阳性确诊。这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摆有消防员确诊。有2名在快筛时呈现阴性，结果 PCR 检测以后呈现阳性。昨天下午我们就及时将驻地清消，现场的当日的执勤人员就停止勤务。确诊的2人分别伫第1救灾救护大队、专救分队甲第2大队应急分队服务。目前消防局下令关驻地消毒，通知2分队专员伫厝内底自主健康管理，配合疫调。勤务由附近分队支援。台北市文山一分局疫情也咧探。日北有5名官警甲1名工友确诊，不止展开大消毒，搁采取异地办公甲分流，安排全体266个同事来快筛。目前已经接受采检的141人都是阴性，等待 PCR 结果。我们现在目前做法是1半的人居家办公，但是有在研议说，在扩大居家办公的人数，各个办公室就留必要的人力处理紧急的事务就好。疫情严重，徛伫第一线的警消一直传出确诊。民进党立委何志辉的服务团队也传出有一位前助理因为新冠肺炎死亡。何志辉表示，这位少年女助理快筛结果是阴性，想不到过1天就过身了。那我一接到这个噩耗的时候，心里面打击非常的大，也很错愕，更是难过。因为女助理快筛阴性，一直到死亡才被验出病毒，伊的家属还未被通报体检隔离。何志辉也提醒台北市府，爱落实体检隔离，若无24小时过夜，无隔离也无专家体检，应该加强改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家人的疫情也是继续在滚价，市长林佑昌也公布上新的确诊者行踪，一寡确诊者去过便利商店、庙口的夜市，也有火锅店。另外，也有一对染病白带翁仔某去过新北市和宜兰。市长也讲，市场是目前上界大的关注地点。台湾本土疫情摊烧，家人市长林佑昌公布家人上新确诊者卡照，分别是618例固定到诊所西药剂，市府已经要求诊所暂停营业。6626例是早餐店的员工，生活作息正常，无症业者已经暂停营业。6628例是一名海洋大学学生，开了遍布便利商店、庙口夜市、火锅店、专联福利中心。另外6439、6440例是白带的翁仔某，2个人开了遍布台北、新北、宜兰。这个传统市场是现在全台湾最大的群聚，我们所有地方都没有人，但到传统市场到处都是人，而且密度也很高。林佑昌讲，中央延长3期警戒，也毋过市场即马是上大的关注地点，爱防止防疫空棚。此外，针对无症状也是轻症个案的解除隔离条件，林佑昌表示，经过医生判定，而且同时符合2项条件，也就是退休至少1天，而且症状缓解，甲距离发病日达到10天，也是无症状者伫第一摆采检阳性达到10天。快筛阳性后送住家隔离的人，这个是快筛当日呢会开17天的居家隔离。也就是采检日之后要加17天。另外，学校因为疫情摊烧，延长停课时间，家人市府甲有线电视业者合作，透过公用频道轮播，随时点播影片，维持停课无停学，同时也照顾年长者终身学习无中断。疫情期间，避免民众效力家乡，市府也整合民间资源，强调防疫关怀零距离。记者综合报道。
全国实行3级警戒了后，56场所也拢爱关起来。也若会接触到人客，甲人做美容、收庄家、做头毛店的，敢就爱关起来咧。汤市长地文灿表示，会甲中央反映。另外，莫德纳疫苗汤圆的部分会当摕到偌济。地文灿敢若讲尊重中央的分配。汤圆新冠确诊案例全国第3悬，虽然毋是疫区，相关管制措施拢在执行。餐饮业也禁止内容。针对人甲人接触较悬的美容、美发、美甲、传统整复掠银等行业，敢是应该要求停业。市长陈文灿伫防疫会议回应，伫快速决策原则会真紧向中央反映。美容美发业已经自主停业了一半，那我会积极的跟中央反映，如果风险这个较高，那应该要一致的标准。针对媒体问到15万桶莫德纳疫苗今仔日会到将来台，汤圆估计会当争取偌济数量。陈文灿无正面回应，只讲 AZ 莫德纳会当帮助台湾做疫苗普及化。我们尊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分配，那不管配布多少，我们都会最短的时间内把施打计划完成。针对莫德纳防护力较悬，敢会造成抢咧做的现象？陈文灿讲，中央并无宣布强制做倒一种疫苗，爱互中央有充分规划空间。预备开始做的这批 AZ 疫苗，汤圆分配到18000桶，会伫3天内做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6天前，有一位染着武汉肺炎的妈妈，伫咧台北的万丰病院顺利甲囡仔生落来了后，台北的主治病院5月中要收一个已经有心强要生的妇人人，不过伊的情形是真严重，落尾病院是用全身麻醉方式，伫咧正压的手术房内甲伊破腹生囝，目前母仔囝也拢真平安。台北主治病院正压手术室，10位医护人员全副武装，挂 N95 喙安，穿太空隔离衫，俗称的兔宝宝装，而且手拢戴3层，佮加上手套、脚套包甲目睭，为新冠肺炎确诊孕妇接生。妇产科医师表示，提早为32礼拜孕妇接生，主要是考虑伊是新冠肺炎重症病人。这个胸部的 X 光片显示说，他的肺部大概有1半以上都已经呈现白化的现象。插管之后，还有一些治疗的药物，我们怕会伤到小朋友，才决定要提早让小朋友出来，这种剖腹产的方式。因为为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接生，手术过程有高风险感染的疑虑，院方表示，破腹生产全程拢伫个正压手术室。受污染的空气会被排风器垃圾塑造，病人甲医护人员空气被交叉，也被污染其他的房间。它是有微负压，开门或者是怎么样，它这个气流是不会往外，它是往内的，所以对外面的人员它是有保护。院方表示，查某婴仔手术30分钟了后出事，规个破腹过程平安顺利，目前生命现象稳定。佮强调，妈妈虽然是确诊者，不过囡仔遭受感染的几率增加，只有1%到3%。如果妈妈是 COVID-19 的感染的话，宝宝垂直感染的几率是1%到3%，产前跟产中啦会垂直感染。虽然有发现说母奶里面有病毒的核酸，可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说母奶里面有会感染的病毒。院方表示，查某婴仔目前送去负压隔离室保温箱观察，按算28、19做2摆采检，确实是采阴，查某婴仔才能排除互母体垂直感染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疫情当咧严重，犹原是有业者讲袂听，偷偷伫咧营业。高雄就一间酒吧去奉查到了后，今仔日也甲因切断水电。另外伫台中也有一间掠灵馆伫咧偷营业。家己市的部分是有民众带囡仔去甲朋友拍麻将。伫咧疫情期间，即寡行为拢是违法的，莫诚做防疫的空拍。工作人员无用咧听店家的水表，准备断水电。这间伫高雄新兴区的酒吧，2白半暝1点外，互警方发现讲，空房的光是倒咧，冷气也搁咧放。你去看才知影，业者竟然搁咧营业，内底搁有人客和服务生。2男2女他们坦承在204的201的包厢有饮酒唱歌的情形。那我们全案调查以后就函报卫生局依我们查的情形来做裁处。
违规营业的，还有台中一间掠零店，外口打暂停营业的公告。但是27日暗时，警察入去店内底，却看到掠零店的负责人当日替人客掠零。活业目前是市政府公告应该暂停营业的行业。等分局在昨天查获按摩店有私自营业的行为，立即依法搜证。那店家违规营业，甲义市一打并两打。第2日暗时虽然无营业，但是头家煞找4个朋友伫店内群聚拍麻将，现场有人带6岁查某囡仔来，而且佫无替囡仔刮嘴暗。进去的时候发现是黄姓的承租人跟他的友人在打这个卫生麻将。那现场还有1名未成年的小朋友，总共超过5个人以上的群聚。各地直直出现违规事件，害第一线当地的警方和等的人员真辛苦。各县市政府也佮呼吁业者佮民众，就要遵守防疫规定，避免群聚，卖互防疫单位佮增加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咯，乱传假消息会去互罚钱哦。目前即摆疫情遐尼严重，一寡乱七八糟的假消息也会趁机会出来作乱。提醒民众讲，收到相关的资料，讲啥物一定爱看、一定爱传的，大部分拢是假消息。亲像伫咧台中，也有伫咧风声讲，福建病院甲老人病院要来用作受武汉肺炎轻症患者病院。市政府今日出面驳回讲，这就是一则假消息。福康巴士接送老人甲病院进行例行性的复健，虽然是疫情期间，但是该做的治疗嘛是袂使少。不过，即马伫咧网络顶悬所传出假消息，之前伫咧大龙市太原路的福建病院甲老人病院，要有持有征用做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方舱病院。一切听中央指示，那个都道听途说，网络的东西不要信太多。这里人太多了，住家太多了，可以再去偏远的地方了。大部分的民众拢相当的理智，认为一切疫情的消息拢要以中央发布的为准。不过假消息嘛是引起一小部分的人的惊吓。台中市卫生局出面来解说，强调福建病院甲老人病院是因为原承租的合约已经到期，所以市府才会收回用地。复健医院是因为租约到期将歇业，未来规划以 BOT 改建为失老人复健综合医院。另市府也正盘点场地规划加强版的防疫旅馆，收治无症状及轻症新冠肺炎患者，给予适当的医疗照护。台中市政府表示，太原路福建病院甲老人病院的土地原本就是市立病院用地，收回4.8公顷用地了后，会来兴建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会用 BOT 的方式委托民间经营50年，会来追查假消息的来源。市府嘛呼吁民众唔好听信谣言，若是转传散布，会依法开罚，上悬会使罚300万，也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印度疫情犹原是真严重，不过因有注疫苗人数却是无到总人数的3%。印度政府也宣布讲，上新一批辉瑞疫苗上紧伫7月就会到啊，而且也宣布讲要放弃外国疫苗伫印度实验，就是希望讲疫苗会当赶紧互民众来做。印度新冠疫情是真严重，累计破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315000人，排全球第3。疫苗的需求是真着急，官方27宣布，上新一批辉瑞疫苗上紧会当伫咧7月到位。Yes, we are engaged with Pfizer because they have indicated availability of certain volume of vaccine in coming months, so possibly starting in July. 印度累计确诊超过2700万例，13亿的总人口内底，敢若只有超3%的民众完整注射新冠疫苗。顶个月政府答应讲要加紧进口疫苗，也毋过坚持爱伫本国做实验，加上悲伤的代志甲辉瑞超袂好势，拖刷着进度。为着加紧作业，印度宣布放弃大家公认足好的外国疫苗伫咧本国实验，预计嘛会加紧招生甲莫德纳疫苗进口的时程。Kinder und Jugendliche können dann ab dem Ende der Priorisierung, Sie wissen, dass am 7.6. im Allgemeinen die Priorisierung aufgehoben wird, sich auch um einen Impftermin bemühen.
另外一方面，德国总理梅克尔27表示，已经传好替12到15岁的青少年来注射疫苗。欧盟药品管理局最近真紧就会批准辉瑞疫苗，针对这个年龄层来注射，而且德国所有年龄层的成年公民到时嘛拢会当来注射疫苗。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因为欧盟不办 AZ 疫苗药厂无照合约提供疫苗，目前双方等来拍官司。另外，伫咧法国的部分数网络名人接到讲有人要求伊拍广告，要拍的内容是半乌辉瑞疫苗。相关部门也等咧调查，怀疑幕后的总经人就是罗西亚。欧盟告 AZ 疫苗制造商阿斯特捷利康公司无履行合约，而流转案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民事法庭开庭审理。欧盟强调，药厂已经承诺伫6月底进行交3亿剂的疫苗，到5月初只收到1/4。Given that AstraZeneca was developing and manufacturing a new vaccine in parallel in months and not years, it could only commit to make its best reasonable effort to supply just as many other vaccine makers did. 不过，药厂表示合约并无强制了当时法人有不当行为。不过，欧盟又原发出每提交一支罚款1欧元，而且按照天数来算，按算向药厂求偿1000万欧元，相当新台币3.4亿。各国不止为疫苗供应展开争夺战，即卖阁正做自信战。伫法国有100万人订下 YouTuber 最近公布家己接到业配，公关公司要求翕影片散布做辉瑞疫苗的死亡率是 AZ 疫苗3倍，不是言论。目前安全部门已经咧调查，怀疑幕后黑手可能是俄罗斯政府。People need to be super cautious of what they read about, what they hear about, etc. And we as creators, we need to set our standards really high because it's, I think, just the beginning. 伫澳洲当地阁传出本土感染 ，BBC 报道指出，维多利亚省进前已经有16人确诊，当局列出150个感染疫区，同时列出1万名接触者。各位礼拜四暗时开始进入封城状态1礼拜，阁进一步调查感染源。纽西兰是暂停到维多利亚省的旅游专案。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法国总统马克宏27去拜访卢安达，针对着大屠杀事件发表有代表意义性的一个演说。马克宏承认讲，法国伫咧1994年整作大屠杀当中，承认因的做法有欠点，想办去洗人道主义区域。卢安达总统表示讲，讲老实话会比回实的佫较有价值。严肃佮隆重的军礼欢迎法国总统马克宏来访。马克宏是2010年以来头一个造访卢安达的法国领导人。伊到卢安达了后，伫首都基加利的种族灭绝纪念馆发表公开的演说，承认法国伫1994年卢安达的大屠杀内底扮演的角色。Ou bien a-t-elle surestimé sa force en pensant pouvoir arrêter ce qui était déjà à l'œuvre? La France n'a pas compris qu'en voulant faire obstacle à un conflit régional ou une guerre civile, elle restait de fait aux côtés d'un régime génocidaire. 1994年4月到7月，卢安达的胡图族民兵屠杀族内温和派人士甲多西族人，造成80几万人死亡。联合国当年授权法国派兵到卢安达设立人道主义区域，不过法国方指控讲出手伤慢。法国伫今年3月完成报告指出，政府对这场屠杀都要负完全的责任。不过报告无认为讲法国是屠杀的共犯。Seuls ceux qui ont traversé la nuit peuvent peut-être pardonner. Nous faire le don alors de nous pardonner. His words were something more valuable than an apology. They were the truth. Speaking the truth is risky, but you do it because it is right. 马克宏还佫宣布讲，伫最近会甲卢安达派驻大使。
了后，伊造访卢安达一间疫苗的接种中心，宣布讲法国伫个年底进前会对非洲提供3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另外，卢安达嘛伫个26这天，和法国签署一批6000万欧元的贷款，用来援助注预防针、甲疫苗和社会救助。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白罗西亚顶日为着要掠反对派人士，要求飞行机要改所在后，却去互联合国谴责，后面嘛出手制裁。就一间白罗西亚的航空公司，说因为法国临时禁止因的飞行机通过，因着国不离将就要挖头飞倒转去。白俄罗斯航空班机被迫回头。经过波兰了，降落伫咧明斯克机场，这是欧盟对白俄罗斯制裁一部分。国内就是有一寡国家的班机，即马无爱飞过白俄罗斯的领空。根据国际航空业的惯例，若通过其他国家的领空，缩短时间请求了，相对就要支付相当金额的领空费。所在拄好是欧洲甲亚洲直飞航线的白俄罗斯，每年就照数收入几落百万美金。所以即马欧盟的法国航、芬兰航空、波罗的海航空，也有东南亚的新加坡航空，加入抵制无爱飞过白俄罗斯的航空，白俄罗斯政府正生气。Прежде чем бряцать оружие у наших границ, надо подумать. Разумные люди понимают происходящее, а тех, кто стоит за провокацией, просто спрошу, неужели вы не осознаете, какими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им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это грозит? И для вас тоже. Отдаете ли вы себе отчет сво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Ведь знаете, чт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на нашей стороне, и отвечать все равно придется. Остановитесь. 白俄罗斯政府用飞机顶敢若有炸弹为理由，强迫飞机挖头降落，实际上是为着要掠异议分子。对此，西方国家强烈谴责。These acts are a blatant attack on international civilian aviation safety and 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show flagrant disregard for international law. 嫌恶俄罗斯犹原对白俄罗斯态度正友善。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认为，莫斯科当局的态度无表示俄罗斯欣赏卢卡申科的做法，因为普京最终的目的是要将白俄罗斯扭入去规个大俄罗斯的范围。若是卢卡申科做代志拢无伫咧杀别人，甚至想要脱离俄罗斯的影响，普京政府的做法可能就无同款。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国内疫情当咧严重，有真侪家长为着要照顾厝内面的囡仔，向公司请防疫照顾假。行政院早起要伫咧规划讲，家庭防疫补贴，若阵厝内面有国小以下的囡仔，因一个人会当领到1万块的现金，减少爸母的负担。另外，纾困4点控也特别推出咯，亲像自由工作者、导游、家庭车司机等等，会当领到3万块，也有农民、渔民都会当领到1万块。我们的社会不容许有哪一个人因为断了炊，他自己孤独在家里，最后没有任何人照顾。疫情继续升悬，冲击各行业。行政院长苏贞昌27日宴会表示，即马要开仓制种，特别预算经费上限调悬到6300亿，送到立法院。30日通过特别条例，6月7日会当先发放的就发放。我们有一些准备，把我们的这个粮仓打开，来救济这样需要的民众。院长也只是说，以去年的相关的一些机制作为基础，需要微调就微调。国发会提出的纾困4点控，中介收入户增加4500，既然纾困1至3万，自营工作者3万，农渔民1万，假期渔工3万，导游、领队、甲客运车、游览车司机等3万。受影响产业补贴将款认定，按员工人数补贴薪水，逐个月2万，劳工纾困贷款10万延续，会当予50万名劳工申请。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会中裁示，企业员工薪水的补贴应该直接以2万做补贴。而省去这种行政作业的时间，可以直接来帮助这个企业他们有员工的薪资要负担，那政府来帮一点忙，那这个金额就直接用最高的2万块。那咱所有的劳工朋友也咧劳师动众，来个走去工会，你就反正每一个月会当发到咱劳工的生活津贴1万块。全国总工会理事长陈杰表示，去年纾困有设立全年所得、劳保投保金额上限限制会当申请，为了避免申请纾困造成关注，建议中央直接发放疫情劳工津贴，逐个月1万，疫情期间各免纳劳健保费。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目前全台湾的学校拢伫咧停课，线顶教学也爱到6月14。伫台北市有真侪学校，因拢照规矩伫咧上课，甚至有的学校是照课表安排课程，也会确认老师甲学生敢有照规定伫咧上课。伫房间内底走表，倒伫咧涂骹脚踏车，即个体育课就伫咧镜头进前，甲班上其他同学做伙运动。就是以100%的线上课程来走啦。因为少了课堂的那个管秩序啊，那些就老师说的是上其实变得比较有效率啦，但是老师的 loading 其实变得比较重。根据去年的经验，师大附中高中部78个班，高中部21个班，18开始全校停课了后，拢照原本的课表同齐线顶学习。行政主管人员是分组2批，不产时巡课，逐节课老师会点名，嘛希望学生把镜头拍好开。我们有一个线上的点名系统，那如果老师有发现那个学生有缺旷课的部分，我们一样就是通知学校这边，学校会来做登记。那如果发现学生太久没有来的话，那当然导师这可能也是会协助做处理这样。学校是看人力甲资源，地部教学比例无同。伫台北市真侪国中、高中同步课程是超过5成，以信义国中来讲是9成，而且无想要增加学生的负担，提醒老师卖出伤过侪作业。再一次的提醒家长，我们是因为照表上课，所以一定要协助同学在家上课，线上上课。而且要去怎样子，要去做适度的一个管理，这样子。采取无同的措施，确定学生线顶来学习，但老师嘛讲，学生若是事时无遐尼紧发现，讲到底，学生敢会当自动自发，这是学习效果的关键。记者李秀新志明台北报道。咱昨全台湾的用电量搁再破纪录咯。透早，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举行线顶记者会，伊也公布民众党版本的气候变迁草案，确定讲要甲2035年碳排放量要减对半，2050是达到零排碳排放量的一个标准，伊也甲伊写入去草案内面。疫情期间，除了新冠肺炎病毒的威胁，国内嘛面对着欠水连续高温，极端气候所带来冲击，真正在发生当中。要如何应变？民众党立院党团会在举行记者会，公布民众党团办的气候变迁法草案，认为国内减碳的目标要实现，就要甲基定明确立法。我们明确将2035碳排减半。2050近零碳排的目标入法，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落实这个执行率哦。民众党团的版本估计后礼拜要排议，这个会期最后一届议会来一套。除了减碳，民众党团嘛关心8日8公投，关系到能源的2个提案，包括三接甲核四。针对三接，立委蔡壁如强调反对错误的选址；针对核四，伊嘛指出，民众党并无反核，是反对核四。不管是党团或是我本人，都不反对。那个核电的发展都已经是拖了40年了，所以在这一题的主题上面呢，民众党团是要投下反对的。不管是支持或者是反对对一种能源，国内今年5月份的用电量一直创新高，27号来到3802.2万千瓦。破历史用电的记录。台电指出，过去用电的高峰大多出现于7月份，但今年5月高温雨较少，南部更加出现40度以上的温度，佮加上疫情居家就学甲办公、景气好等等因素影响，用电量一直降袂落来。记者林桂俊台北报道。花莲病院伫27暗时向宣布讲要暂停门诊，而且会分阶段甲住院的病人刷走。卫生局表示讲，因为疫情需求，花莲病院会变做专职病院，随时准备要照顾轻症的患者。花莲病院门口部分住院的病人甲家属办理完出院了后，赶要转去。部分来看病或者是领药的民众，唔知影花莲病院已经伫17暗时下令关门诊，就连一般急诊也只出不进。可是要办理体检，这边不能办理化验。哎呀，再找啊，会不会很不方便？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办呢？花莲卫生局表示，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花莲病院是花莲地区的专职应变病院，因应疫情相关需求，已经收治真侪病人，爱将院内分阶段清空，将精力全部用在应变病院内底。他的急诊跟门诊，都完全暂停。
那我们让这家医院能够专心全力的来面对这个被感染到新冠病毒的患者。卫生局强调，花莲病院是专门收轻症的专职病院，重症患者由主治病院收治。南区会阁开一间专职病院，慢性病患者应提办签到社区邮共领药啊，看诊民众请到卫生所或者是其他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嘴暗就爱挂，唔通艰苦坐挂。目前全台湾拢是3级警戒，若准出门去，拢爱挂嘴暗。不过有真侪民众就是讲袂听，甲讲佫唔挂嘴暗，甚至是警方来到现场也无要配合。警方落尾是收集证据了后，会请主管机关进行处罚。掠手下晡2点外，为了台中市大雅区的一间超市，有民众无配合量体温，而且嘛违反实联制外登记，超商的人员马上报警处理。但警方到场以后，民众已经离开。警方顺线调查后，查到这名72岁中性妇女。周边查访及调阅相关监视器，发现该民众为住在附近的一位张姓妇人。那警方也跟张姓妇人告知相关权利，依《传染病防治法》的通知单制作完毕，然后报请市府相关权责单位做采访。各有民众这名男子来到大一间加油站，为配合写实联资料。看嘛无挂嘴安就落车，同款被警方调监视器，而且对人含暴采取。另外，在云林市东乡，有民众歹听超商电话的款刀挂上嘴安，同款被警方修正开立处理的记录表。民众出外一定戴口罩。我们这边这样呼吁民众，我们就没有再先导，就直接开罚了只要民众检举，我们到场查证事实，就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将函送这一个卫生局来做一个采访。警方表示，因应新冠病毒本土疫情严峻，全国3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做防疫的规定。外出若是无挂上嘴安被查证确实，会当处3000至15000块。记者从台中云林综合报道。疫情当咧滚假，那医护人员带头当，连警察也都爱支援各种疫情相关的工作。着关市的警察人员爱穿规属的防护衫到现场维持治安。热天时啊是热翕翕，规身躯是汗流浃滴。全台湾的警察同仁真辛苦啊！防护衫包甲麻麻，徛在烧热的日头下，免偌久的时间，规身躯已经湿漉漉啊！唔那安尼，警察佮面对当地居民抗议。因为有的民众无希望快筛站设在附近，敢会影响到家己。说实在话，是确实蛮闷热的，但是为了市民的安全，还是需要以身作则。会不会觉得说工作压力蛮沉重的？多多少少吧，但是毕竟这是全国性的疫情，也只能大家共体时间了。天气愈来愈烧热，防疫人员嘛愈辛苦，医护人员嘛感谢。好佳在有警察到3天，采检的工作才会使顺利进行。我相信他们就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它会让他觉得更稳定。那如果发生外面有什么争执或是冲突的时候，我想警察同仁在这边会让我们的动线跟我们整个的秩序会更加的平稳。疫情期间，警力的负担大大增加，嘛更加辛苦。警方表示会继续为民众服务，嘛希望大家会使遵守防疫措施，体谅第一线警消医护人员。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最近有民众伫咧防疫旅馆或者是伫处理隔离的时阵，却雄死去的消息。其实有真侪患者看起来真正常，事实上因血内面的酸素高度也已经出问题咯。指挥中心表示，拍算要甲血氧监测立即去确诊个案的居家评估的项目来。疫情升悬，真侪确诊者看起来正常，其实血氧浓度已经低到大红灯。为了避免这类的欠氧，医生建议会当买血氧机伫厝监测。一般人血氧数值伫97、98以上，只要降到94就有危险。若讲低过90以下，就是严重欠氧，恐惊呼吸衰竭。不要把那个呼吸急促或吸不到空气的一个这些症状呢，把它当成一般是感冒的症状，忽略了它的话，就可能会错过了紧急治疗的时机。你如果测起来是94、92以下的话，就表示说是比较快要呼吸衰竭的一个前期的，就赶快要就医。
医生表示，细胞发生疾病时阵，吸收氧气甲排出二氧化碳的能力会受影响，也毋过新冠肺炎却无相共，无症状也是轻微感染者伫初期，心脏也有能力将血液送到身体尾流，也毋过病毒会慢慢互身体欠氧，所以初期袂感觉喘气困难，也毋过部分患者会渐渐感觉真歹喘气，也是感觉胸腔郁闷，呈现稳型欠氧的状态。医生提醒，若讲喘气急，走路也是爬楼梯喘袂过来，就要提高警觉，随就医。药监指挥中心也建议将血氧监测到伫确诊个案的地处评估项目。比如说呼吸速率哈，如果说超过30下哈，然后这个血氧的监测哈，那个已经低于这个95%哈等等，这些可能会作为这个每日警示的症状评估的项目之一。那其实各县市也都已经有在采购提供给他们住在这个防疫旅馆的民众哈来使用，特别在双北这边。为了防止集中检疫所甲地处隔离的确诊者雄雄死亡，指挥中心表示，除了强化关心甲互动评论，也将加强体温甲血氧等量测设备，协助地方政府保健地处照顾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目前是限制餐厅内面是袂当用餐的，就一寡餐厅规气就是休困，造成复工期间拍卖市啊，伊的计销达差不多5成，那边的收入也大大减少。虽然讲政府提出纾困相关的补助，不过那边也讲成本是坐过补助。一透早复工期间拍卖鱼市开始化价。以往爱花几啊摆，计销往顶悬一直花到悬点，鱼才估价卖出。不过即马花2摆就卖出去啊，计销真正无啥好。来买鱼的中盘商甲市场的鱼贩仔讲，是受到疫情影响，真侪餐厅拢休困关门，鱼的销售管道变少啊。这2礼拜来计销落半5成左右。这边的餐厅跟鱼贩都休息，所以造成富冈这边的价钱鱼价比较低。鱼价格从疫情开始之后，就价格大概平均掉了50%以上。鱼市买的人少，影响渔民出海意愿，尤其是中大型的渔船，有鱼工薪水甲鱼费开销，出海一撮成本真悬，拢无想要出去掠鱼。虽然政府即马提出逐个月补助1万，拢总3个月，互渔民纾困，不过渔民也是认为无够补贴。下港讨海人嘛，补1万嘛无够。来买鱼的市场鱼贩仔讲，即马是各种鱼类洄游到东部的时节，市场计价也比平常加一寡。其实民众会当趁这个时间加食鱼啊，也帮助渔民。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疫情正在滚价，不过货运业却是真无闲，有的人的工作时间可能超过15点钟，而且有的头家主张讲，司机敢若会当伫咧加班费加奖金内面2个选一项，司机官也感觉讲真无理。全台湾3级警戒的货运业变真无闲，货运相关工会发联合声明讲，升级3级警戒了后，货运人员的送货量可能变定倍，有人早时7点半开始上班，到半暝12点半才回去厝内，工时超过15点钟。你平常时啊，你若是以1点钟送20件的货，你100件大概开从4节来5点钟啊，这是送的时间尔。比如讲拆理货，物件按人车请出来，上车排单。贴货等等，这时间还袂算在内呢。你这样是甚至一个人平均一工头120、130、140、150。工会讲，司机的薪水一大部分是厝上加奖金，但是伫即马司机常常需要加班的时阵，铁配通公司煞主张要加班费就要使领这个奖金。延长工时的加班费这个部分，在宅配通公司里面，超过7点之后的加班费是没有的，你要申请公司。迫使我们劳工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到底要加班费，还是要取送件奖金？加班费这个东西是法律给予我们的保障，企业应该给予的，那怎么会是需要我们员工去2个选择1个东西呢？劳动部回应，针对疫情的状况，有特殊的加班规定，会使延长工时，但是特殊加班的加班费，公司是需要事前经过工会，也是县市政府的同意，才会使来实行。若是紧急的状况，嘛需要事后报备审查。针对特别通的案例，可能需要另外调查。特别通回应，公司会依法予司机加班费，不过厝上加奖金，法律是无规定一定要提供。记者问到，这唔就代表司机需要放弃占薪资比例上悬的厝上加奖金，才会使来提加班费？特别通讲，这个薪资结构的问题，会过来研究。记者郭北君、郑派文台北报道。伫咧比利时最近有开一间 SPA 中心，互人客会当来遮浸白酒做 SPA。
忝的时阵浸一粒烧水，身体真舒适。不过因一个毋是一般的 SPA。这三个人客身体真美，甲出来啉的拢是秘鲁。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最近开当地第一间秘鲁治疗中心，业者甲脚部白鸡秘鲁花放伫咧桶内面，搁加一寡秘鲁，才互人客浸。The yeast starting to eat away on the malt starts and is accelerated also in the hot water. So now I just mixed it and this will be poured into the 2 jacuzzis right now. 创办人是一对情人，2-3年前因一个捷克体验秘鲁 SPA 了，一直真怀念。转来了就决定也要开一间，因设置会当一边浸2个人的大浴缸，浸一遍45分钟，计算150欧元，换算大票3900。秘鲁也随在你啉，开幕前也请厝边头尾来体验。De geuren, het is eigenlijk heel verrassend. Ik kom er helemaal van tot rust. I heard that it really rejuvenates the skin, so who knows, it might make me 10 years younger. 来浸过人客拢讲赞，验过专家讲，秘鲁 SPA 其实无医疗效果。That concentration is extremely low. So, and if you then go sitting in the mixture of with a low concentration, it does do nothing for the skin. 专家讲，浸秘鲁敢若是无菌水，伫内面浸45分钟，可能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功能。不过，若只是浸好耍的，是不要紧，因为会让一面洗身躯，一面啉秘鲁，对一寡人来讲是真赞的享受。公司新闻齐欢迎编译。下播报天气实况，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29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31度到36度，南部地区对31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9度到32度，华东地区对23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